請你介紹自己。唔該，大家先生你好嘛？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名叫Siti Beranti，我今年15歲，我讀書讀到中學畢業，我結咗婚，我有兩個小朋友，我生過165厘米，我體重65公斤，我身位高，我2年嚟，我有爸爸冇媽媽，爸爸做camp電。我勤cầu màu，我勤cầu màu，我識煮肉，但係可以煮肉。我識煮中國餸，好似蒸魚、煎蛋、就最普通。我之前試過最係2年就谷老人家12歲，買餸、煮餸、蒸結我嘅東衫。我試過最係香港人位。揾多啲錢俾我自己同家人，唔該晒，多謝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好，我想問你啊，姐姐，如果嚟香港做嘢，放假冇得放星期日得唔得啊？可以。如果老闆屋企有公公又有婆婆，要你照顧兩個老人家得唔得啊？得。你夠唔夠力推輪椅啊？係。因為你好高啊，你有165 cm。好。你自己有2個小朋友係咪啊？係。幾多歲啊？你個小朋友？歲，第3歲。5歲3歲，係咪？係。好。咁你學好啲廣東話喎，知唔知啊？我識少少廣東話。你俾心機學多啲，好冇？好。唔該你，好。